有一位婆婆，無論晴天定落雨，都喺度流眼淚。佢明明有2個努力工作嘅女，但係就每日都喺度為佢哋擔心。到底發生咗啲咩事，令到老婆婆點都冇辦法安心？喺一個安靜嘅小村莊入邊，住住一位大家口中嘅哭婆婆。婆婆有2個心肝寶貝女，大女喺度賣雨遮，細女喺度賣布鞋。每日婆婆都坐喺屋企門口前面望住個天，成日喺度唉聲嘆氣。太陽一出現，婆婆就皺起眉頭，唉，晴天邊個會買雨遮？我個大女嘅生意點算啊？諗到呢度，佢眼一紅，又滴咗一滴大大滴嘅眼淚。偏偏個天話落雨就落雨，一落雨，婆婆又開始難過啦，慘啦，慘啦，周圍都係水，細女嘅布鞋，邊個會買呢？唔理晴天雨天，佢都愁眉苦臉，冇覺好瞓，大家就習慣叫佢做哭婆婆。有一日，一位慈祥嘅小和尚路過，睇見婆婆喊得好傷心，就停低腳步問佢點啊。婆婆將心事全部都話晒俾小和尚聽，希望有人能夠幫佢諗下辦法。小和尚聽完，微笑住話：老婆婆，不如試下將煩惱調轉嚟諗。晴天嘅時候，細女嘅布鞋生意會更好；落雨嘅時候，大女嘅雨遮就會好受歡迎。婆婆聽咗呆咗一下，心入邊就好似小燈被點亮。從嗰日起，婆婆遇到晴天就戥細女開心，遇到落雨就諗起大女，滿心歡喜。佢嘅笑容一日比一日多，終於大家再都唔叫佢哭婆婆，而改口叫佢做笑婆婆。故事入邊嘅婆婆並冇改變天氣啦，佢只係改變咗看待同一件事嘅方式。咁於是呢，佢嘅感受亦都跟住唔同啦。如果你中意呢類故事，歡迎訂閱小兔故事屋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